喂，小樂，你睇下，元朗文藝協進會合唱團攞咗第10屆 Candimus 國際合唱節金獎同埋傑出表現特別獎，真係勁啊！你睇下，老中青一齊唱歌，連學生都齊上台，元朗嘅情就係共融。小樂啊，你知唔知點解獅子山下人人都識唱啊？因為元朗人捱得苦，又識分享開心，就好似你個拼盤咁，少咗一塊都唔完整啊！元寶，搞掂啦！我個拼圖終於修復翻晒啦！真係非常精彩嘅大會演節目，請各位現隊熱烈嘅掌聲俾今日所有有份表嘅單位。既然咁精彩，我哋就唔好俾佢停啦。我依家想邀請曾憲強主席 MX、黃就天副主席帶領所有嘅統籌委員會委員，以及今日所有有份表演嘅單位嘅代表，一同上到台前，我哋合唱一首《東方之珠》，作為今日開幕典禮大會演嘅壓軸項目，好嗎？掌聲有請咁多位上台表演，唔該晒。各位統籌委員會嘅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嘅今日委員，可以上到我哋嘅台前，同我哋嘅元寶一同去獻唱一首《東方之珠》。第一次影到嗰邊啫，第一次影到個紅燈啊！好耐啫，講唔翻係真嘅。哎呀，冇嘅。真係玩嘢好啊！而家係真係好。好，亦都有請咧今日表演嘅單位，我哋都可以一同到台前喎。好，少林弟子，我哋俾啲掌聲，今日嘅光光表演非常精彩，係咪？大家都係不枉此行嘅。另外，光明呢個學校嘅啦啦隊嘅隊員。好，可以企到元寶嗰邊啦，真係啦。今日啦啦隊嘅表現亦都非常精彩，大家可以俾多次熱烈嘅掌聲好嘛？陣間合唱嘅時候咧，請你揮動你手上嘅星星喎。好，想請所有表演單位都可以一同到台前喎。好，有請龍獅團。有請佛教茂芳中學嘅代表。有請晨曦音樂學院嘅代表。雙節棍嘅代表，扯鈴完全一丁嘅代表，唔該晒。MC，企呢邊平，企呢個呢邊空晒啊，嗰邊滿晒，企呢個呢邊喎。好，唔該晒香港輔警。